315。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预备好我们自己来朝见主，让我们的心可以成为一块好土，让上帝的话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崇拜来祷告，为我们所有的设备设施能够为主所使用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相聚在一起，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愿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带着敬畏的心，并且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长大成熟。施恩看顾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也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所有的一切的安排的流程活动都能够进行顺利。献上祷告，让我们所有的一切献上的都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愿你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
请坐。弟兄姐妹平安，请听上帝的话语。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羊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亲爱的上帝，我们满心赞美你，在这预备祷告中，以平静感谢的心来感受你的赐福，聆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得着祝福，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诗歌敬拜小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能够带领会众一同来敬拜，尤其是爸爸们最爱的诗歌，好不好？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向两边的会众一同来说：耶和华祝福满满。田中的白灵丝，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死真福气，菩提树花的果实，变出疼痛的根基。田中的白灵丝，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死真福气，菩提树花的果实，变出疼痛的根基。野花笑雨满满，亲像海边土沙，两地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扬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到了亲像伊名因无山。田中的白灵丝，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死真福气，菩提树花的果实，变出疼痛的根基。野花笑雨满满，亲像海边土沙，两地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扬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到了亲像伊名因无山。野花笑雨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地主爱直到万世代。
会众请坐。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让我们一起来唱。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必永远纪念，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神已听见，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从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每当环境冲击像海啸临到了一样的时候，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是神新的工作兴起的时候。你要安静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们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们面前，飞越风暴，重新翱翔。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请会众起立，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
罗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刺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的圣火，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圣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的请应文由诗会我攻读启文，会众弟兄姐妹攻读黄色字体的应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按事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啊，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接下来，我们为非洲狮子山共和国祷告，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生活；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会祷告，板桥荣恩堂杨世昌牧师为教会能够奉献充足，在当地能够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的安全祷告，求上帝赐福智慧聪明给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接下来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离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要永永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我们请蔡绵绵姐妹来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在创世纪25章19到24节，教会圣经第23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
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2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2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接下来，罗马书8章1到11节，教会圣经170页。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罪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的读经是在马太福音第13章18到23节。马太福音13章18到23节。所以你们当听这种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至于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了，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了，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接下来我们请诗班为我们献诗。
谢谢诗班献诗。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传达神的话语，题目是“明明白白我的心”。怎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的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跟上帝的一起同行的旅程当中，有时候不一定都是顺境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希望说，信耶稣之后就是国泰民安、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不会临到。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有时候信耶稣，反而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苦难接踵而来。但是在苦难的当中，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旅程当中，不是因为信耶稣，所以好像我们任何事情都没有遇着，或者是不会遇见那些患难的事情，而是在患难的时候，仍然有耶稣的同在。愿上帝帮助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有耶稣与我们同行。所以曾经有人这样说：从这个世界环绕1周的话，最短的距离应该是什么样的距离？那很多人给了很多答案，直线或者是怎么样绕比较好。但是有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有一个好朋友。当有一个好朋友跟你一起同行的时候，再远的距离都是很短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有一位好朋友，他在我们的当中，就是耶稣。即使我们在遇着患难的时候，他仍然与我们同行。愿上帝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啊，但是千万不要介意，但是不要效法这个行为啊。有一个人他酒驾，被警察拦下来了。都知道现在酒驾抓得很严重啊，所以后来他趁着警察不注意的时候，他就偷偷的爬回车上，把车开回去了。啊，那开回家的时候，警察隔天来找他敲门了。啊，然后这个人想说，我已经过了1夜了，酒已经退了，警察拿我不奈何，所以他就下来应门，然后大声吼警察说：“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吗？”那个警察就告诉他说：“请你把警车还给我。”这个人他开错车了，他把警车开回家了啊，所以警察来找他说：“你要把警车还给我。”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当然要提醒，酒驾是不好的行为，但是我们也需要诚实啊，需要去 say sorry 的时候要去 say sorry。我们在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歹势，各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吗？歹势就是好势跟歹势就好像天平一样，知道吗？如果你倾斜一边的时候，那个叫做歹势。所以那个倾斜一边那个歹势的意思就是我好像对不住你，我们是不平等的。所以那个不平等就是因为我做错了事情，我需要跟对方去道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这个话：如果你会跟上帝认罪，那么你会跟人认错，你就容易跟人认错。如果你从来不会认错的人，有可能你没有跟上帝认罪过。听得懂意思吗？如果你会跟上帝认罪，那么你会跟人认错。但是如果你从来不认错，有可能你从来不认罪，不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听从上帝话语的人。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新闻，其实心里面很难过，跟最近有一个白饭之争有点类似。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当神了，好像把自己当作我是最重要的，别人都是次要的。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有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去超商买这个东西，结果小朋友不小心把牛奶给打破了。他玩超商里面那个牛奶打破了，40几块钱。然后店员要求说，妈妈你需要赔偿这个部分啊，因为你已经把这个东西给打破了，并且需要购买它。这个妈妈就讲了一句话，她说：“在台北从来没有人叫我要付这种钱的。”她的孩子就在旁边。那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大人、我们成年人，我们教育孩子们、小朋友在旁边，他看得到我们所有的一切。当我们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过犯，不愿意承认自己罪的时候，然而我们还硬要凹过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是很可怕的。
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们所学到的东西，就是把所有的罪恶掩盖起来，不要让人看到，并且很大声的吼对方，没有任何的感受到有任何的羞辱或羞耻，我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各位知道，孔子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其之以正，导之以刑；其之以正，导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你用道德，你用刑罚，你用这个行为或者是规范去要求人的时候，他是为了防止这个被你罚，所以他才会去做对的事情。但是他说，其之以德导之以礼，民有耻且格。意思就是人民才会懂得知道羞耻，才会懂得知道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教育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没有羞耻心的人，需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当羞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我可以在人面前坦然承认我的错误，以至于能够弥平跟恢复那个关系。所以 say sorry 不是为了对错，是为了关系，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然后再来谈论这个所谓的错的问题。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勇于认错，勇于在上帝面前认罪，也勇于在人的面前认错。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常常会去看一些的广告，那广告我们都希望它东西要跟事实是一样的啊，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有一个店家他说鸡排买1送2，但是我们家没有卖，啊，意思是什么？好像骗人家，我们家有东西，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基督徒需要学习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诚实、我们的信实，跟上帝的这个本质是一样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诚实的，上帝是真实的。我们需要学习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是真实而且是诚实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夸张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这个为了刚刚提到了，为了隐藏错误，所以我们可能掩盖一些不好，但是讲一些好像这个很好的地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平衡的人，看别人好，但是也要注意到他也有一些缺点的地方；看别人的缺点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别人也有优点的地方。让我们不是都是看别人的另外一面，而没有去注意到他的另外一面。当然，广告要诚实啊，包括我们当中自己，我们有在做一些广告的，或是我们自己在经营工作的，都要知道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都要诚实跟正直。所以上次跟各位提到正直是什么？正直就是即使没有人看到，我仍然应该要做对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诚实跟正直的人。好，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清楚、都知道。包括小时候，如果你在儿童主日学，这种故事已经听到不晓得多少遍。今天的经文里面的内容是一个耶稣讲的比喻，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切入，因为我们常常受到的教育都是用来批判别人啊。你看这个人，他就是这个在路边的他这个种子在路边的，他被这个飞鸟吃掉了。他是种在这个石头地的啊，他是种在这个荆棘地的。我们都常常去讲别人。今天我们要换另外一个角度，回到自己的身上，是这个撒种的比喻不是在讲别人，在讲的是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来听道的时候，你的态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耶稣的撒种的比喻，我想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应该都会清楚，这也是耶稣在这里去说明这个比喻的内容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跟他的学生、跟他的门徒来传讲信息。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说耶稣讲的都很深，其实并不是。耶稣讲的东西都很浅，耶稣讲很浅的东西，但是是很深的道理。耶稣讲撒种的比喻，天上的飞鸟，或者是讲这个捕鱼的事情，很多人都会知道、看得到。所以好的老师是要把
很难的东西用很简单的说明去说，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但是学者要做什么？学者要把很简单的东西弄到非常非常的困难，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学者是要把很简单的东西弄得很困难，但是老师要把很难的东西弄得非常的简单。所以耶稣在传讲信息的时候，都是用很简单的信息来讲的。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简单的东西好讲啊！各位知道有一个画家叫做毕卡索，知道吗？好像没有回应了。毕卡索知道吗？知道毕卡索这个人知道吗？哈，好，有一次毕卡索在这个画室里面画画的时候，他的朋友来看他画画，然后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东西我家3岁小孩都会画。”然后毕卡索说：“可是我到30岁我才会画这个啊。”听得懂意思吗？你要能够懂得简单，其实更困难。更困难的东西是怎么样把你的信仰能够很简单的去陈述跟表达。所以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告诉人们很深奥的道理。当你领受上帝话语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反应？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种子是什么。当然，如果我们查考其他的经文，应该就可以对照知道说，这里所讲的种子就是上帝的道。我们来看马可福音4章14节里面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4章14节，一起念来：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好，所以意思是什么？耶稣说他所讲的道就是那个种子，当种子撒出去的时候，所传讲的那个东西进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一样的反应。那当人所传递的东西就是道。请各位注意，这个迪马可他说讲道永远是最首要的，在教会当中。为什么？因为教会分别为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讲的是上帝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查考圣经的话，约翰福音1章1节提到非常清楚的东西，就是在教会里应该讲什么。好，约翰福音1章1节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在教会里要讲上帝，在教会里面要讲道，而不是讲演讲，而不是讲一个很这个学问的东西，或者是当然学问的东西也很好，帮助我们增加讲道里面的丰富。但是在教会里面要讲上帝，而不是只有讲一些的其他的东西。在教会里，我们要讲的是上帝的道。所以讲道是讲上帝，而不是讲其他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很期待，包括传道人，希望传道人能够讲这个很有趣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没有听到道，那么就很可惜了。曾经有一个牧师在 MIT 去那边当一个教会的牧者。各位知道 MIT 在美国是那个麻省理工学院，是很有学问的、很有这个知识的这个一个学府。好，所以这个牧师去惊落亏，知道吗？所以他就去图书馆里面 K 书啊，然后天文学、地理学什么学都全都去看了。讲到完了之后，照例在门口这个送弟兄姐妹离开，然后因为教会里有很多博士、硕士，所以跟牧师握手的时候，这个跟牧师讲说，那个会友跟牧师讲说，牧师。不知道的不要讲，听得懂意思吗？不知道的不要讲。然后这个牧师就心里面很难过，他说：“我受到挫折，我要更努力。”所以他隔天又去图书馆去找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来印证他要讲的东西。结果第2周送课的时候还是一样，很多人跟他讲说：“牧师，不知道的不要讲。”太挫折了，难道我不适合在这边牧会吗？这个牧师心里面很难过，他说：“难道我不适合在这边牧会吗？”结果有一个老妈妈居然跟他这样说：“他说，牧师，你该讲的是圣经，而不是讲别的东西。”所以后来这个牧师他改变了策略，他讲的是圣经、上帝的道。后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所有的人跟他握手说：“牧师，你今天讲的很好，我有收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要讲的是道，而不是别的东西。我们也许没有别人的聪明，我们也许没有别人的好，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上帝的道。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传的是传道。刚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当一个传道的人。也许我不是传道人，但是我要当一个传道的人。我要能够把上帝的道用很简单的话来传递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讲的是上帝的道。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一个部分，那个被吃掉的，在路边被吃掉的那个经文1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9节，一起念来。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撒在路旁的，他已经讲得很清楚，耶稣讲得很清楚，那个就是他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种子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土里面去，因为土很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是心很硬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让上帝的道进去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他撒在路边，他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办法能够生根在那个地方，所以飞鸟来就把它吃尽了。很多人以为说，好像没有把道听进去是一件没有什么的事情，事实上，没有把道听进去，有可能就是魔鬼趁机把你里面所吸收的又再拿走了。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说：撒旦最容易对付不知足的人，也最喜爱这种人的性情。他往他们的脑袋里灌注各样暧昧的诡计。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里面有各样的诡计的时候，上帝的道就不在你的心里面了。所以你说为什么我听不到上帝的道？也许在你的心里面，你没有让你的心成为一个松开的土，是一个硬的土，在你的心里面，里面反而有更多不好的东西、暧昧的事情在你的心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给剖开来。那个剖开来是把我们的心能够好像耕地一样弄成柔软的。各位如果去乡下地方知道，如果要耕地的时候，其实是要有耕耘机，不是耕耘机，就是要去破开那个土，把土破开来，你才能够种那个种子进去。过去的牛就是用来做这个事情，牛要耕犁的时候，它就是要把这个土破开来。如果不破开来的土，其实是撒不进种子进去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心常常进不去上帝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能够被打开来、破开来，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柔软领受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所以 John Owen 这样说，他说：既然上帝向我们提供他的同在，他那施恩赐福洁净并拯救人的同在，而这些全凭了绝不落空的应许，如果我们仍然忽视轻看这些恩典，那么我们要承担的罪是何等的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轻忽上帝的道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承担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我们没有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到教会里面来，你要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中，来改变你的生命，而不是只是来听一篇演讲，不是只是来听一篇信息。你要将上帝的道像种子一样种在你剖开来的那个心里面，柔软的心里面。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的心是硬的，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认罪悔改。因为认罪悔改就是把心里面的那个硬的地方给剖开来。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撒在什么样的地方。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20节撒在哪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些经文，一起念来。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好像容易哈。很多人他领受了之后，当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很好，但是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他撒在石头地上。那个石头地也是应该要把它拿走的，石头也是应该要把它挪开的。各位如果去我们的后面的花圃花园的时候，我们礼拜堂旁边都有花园哈，所以各位离开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离开就从大门出去了。礼拜堂旁边也有花圃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会去整理花圃，包括也有一些弟兄他们会去种一些好吃的东西。各位如果喜欢吃辣椒的话，教会有辣椒啊，种在这个下面哈。好，但是各位知道种东西都很不容易的，你必须要把一些杂草、把一些土把它挪开来。如果没有挪开来的时候，它会压住那个幼苗，或甚至没有办法生根进到里面去。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如果我们里面是石头地的，那么我们需要能够去把这个石头挪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是什么。21节，我们来念一下21节，一起念来。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很多人信耶稣，但是信耶稣信到一半就没有办法信下去了，甚至是走回头路了，或甚至是遇到患难的时候，困难就离开了。我在马祖牧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洗了好几个阿兵哥，很多人去到马祖服役的时候，都会在那里受洗，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有一个弟兄，他在马祖受洗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各位知道，受洗刚刚提到了，受洗不代表你所有的事情就一帆风顺，不是所有的事情就全部没有问题，甚至你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个弟兄他离开回到家的时候，他遇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一天他的父亲跟哥哥出了车祸，家里这个主要经济支柱也垮了，所有的这个经济全部崩盘。他回到家里面又还没找到工作，所以其实那个打击是很大的。很多人说信耶稣之后就平安喜乐，但是他感受的都没有平安喜乐，他感受是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受洗，我刚受洗，为什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打击来到的时候，是人会却步的时候。上帝帮助我们，当遇到信心碰到阻碍的时候，那就是你的石头地，你怎么样去面对那样的一个石头地？这个弟兄他相当的坚持跟持续不断。当他回到他家里面的时候，虽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坚持。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虽然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仍然要坚定我的信仰。我相信上帝是与我同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当你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相信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路。各位知道，其实牧师常常在教会里面收到很多圣经，不是买新的。各位知道有很多是回收的圣经，甚至是退回来的圣经。甚至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为了要让他的朋友信主，所以买圣经给对方，结果后来对方又退回来。其实在信仰的路上往回走的人很多，信心退后的人也很多。然后上帝帮助我们，信心是坚持跟持续不断。当你碰到问题跟困难的时候，你是否仍然坚定的相信？刚刚提到在马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马祖有一个词，各位可能有听过。马祖有一个词形容基督徒，叫做什么？叫做半天吊。知道什么叫半天吊吗？地狱下不去，天堂上不去啊？为什么？因为地狱你信耶稣不会下地狱嘛，但是这个上天堂，你恐怕你的这个生命没有到那么好，所以他们叫半天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当一个半天吊。我们在信仰上有时候卡在那个地方，或者甚至是不愿意再继续的时候，就好像卡在半天宫一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不是一个卡在那个地方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那是上帝给我们学习的最好的机会。所以即使入到谷底的时候，仍然要相信那些东西、那些学习是上帝给我们美好的一个训练跟一个磨练。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做对的事情，但是还是被欺负，甚至是被出卖。有一个人叫做约瑟，这个人他要当宰相之前，他要经历的痛苦是相当多的。他要到被兄弟出卖，他甚至在工作的时候被老板娘出卖，他甚至是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还被他的狱友出卖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仍然坚持跟持续不断的坚持他的信仰。在谷底的时候，上帝往往让我们在那里学习谦卑的功课。成为一个人物的时候，往往需要先学习的是一个谦卑的过程。上帝帮助我们，约瑟在成为宰相之前，他需要先学习谦卑的路。那样的一个状况是很难去学习到的。约瑟自己认为说他是以后要接族长位置的人，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应该会受苦。然而在过程当中，他深刻体会到上帝让他学习谦卑的功课。所以在患难当中可以喜乐的秘诀，这里提供给我们有2个秘诀。他说，第一个借着耶稣，第二个因着信心。当你在石头地的时候，当你的心受到一些拦阻，或者是患难临到的时候，千万不要失望，仍然继续的倚靠主、仰望主，借着耶稣基督，凭着信心继续的往前行。第三种的状况就是撒在荆棘里的。
请大家看一下22节，我们来念一下22节，一起念来。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基督徒当中相当多，包括牧者也会。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就不会，不要以为站在台上的牧师就不会碰到那个叫做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我们会遇到这些的患难，有时我们会遇到在经济上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迷惑的时候，那么你应该怎么样来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仍然一样坚持跟持续不断的在信心的功课上继续的往前奔走。我在嘉东去开拓的时候，其实碰到一个蛮严重的事情，就是各位知道，去开拓的教会都是相当辛苦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甚至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这个收入，因为会有不多，甚至可能没有。从零开始的时候，那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我曾经有过一次，在最困难的时候，其实身上也没有钱了，然后总会那边的资源也还没有到，实在不晓得明天要怎么过的时候，各位知道，上帝总是在这个最奇妙的时候，就生出最奇妙的时候。我有一个学弟从美国回来，然后他回来探访的时候，居然来探访我了。然后后来来探访我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说任何有关教会的事情。当然他有看到教会里面的情况。后来他要离开的时候，就丢了1000块的美金给我。他说：“牧师，你就好好拿去用。知道你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饭吃，因为真的没有，连你的收入上真的没有的时候，当你真的去看到说上帝及时的供应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那是上帝很温暖的一个供应，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曾经有想过，千万不要觉得牧师不会想这种事情。我也曾经想过说，我要不要去跟人家借钱？因为教会没钱啊，然后我也没钱啊，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被思虑给盖住，有时候我们会担心跟害怕，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要相信，上帝必然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上帝会差派人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帮助。所以要对上帝有信心，凭着信心继续走上帝给我们的路，不要担心太多。很多时候我们的担心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常常先欢乐起来啃，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常常会欢乐起来啃。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这样说，她说：“我没有办法不忧虑，因为我怕万一我不忧虑的时候，真的那个事情发生怎么办？”其实那个事情发生，你忧虑也没有用啊。很多人说：“我好像先忧虑起来放，然后好像这样就不会发生。”其实不是的，你忧虑事情还是照样的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信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37篇第5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把你的事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有益的，唯有上帝才知道。上帝知道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时候，他会把对的事情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许多事情我们可能不晓得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然而这个都在上帝的计划跟旨意里面。上帝要供应你的不是你想要的，而是你需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上帝必然透过许多的事情来供应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满足。包括你心中所想的，上帝也会给你。有时候上帝的供应是及时的。跟大家讲一个最新的见证啊，才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位姐妹负责我们的教会的会计工作，那她中午都会在教会里面吃饭。你知道她只是讲了一句话而已，她突然间跟我讲说，她说：“牧师，我很想要喝鸡汤，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常常会供应我，每个礼拜有鸡汤可以喝。然后如果有的时候，我会分给这个姐妹。然后她突然跟我讲说，她想要喝鸡汤，可是糟糕了，今天这个姐妹这一周没有送任何的东西来，怎么办？这个姐妹她说我想要喝鸡汤。各位知道，下午3点的时候，
鸡汤就送来了。下午3点的时候，鸡汤就送来了。你知道上帝其实是会听祷告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虽然不一定当天他喝到，但是隔天他打开看到那个鸡汤的时候，他好惊讶，他说：“上帝居然会听我心中的那个碎念，会听我心中的那个期盼跟期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事情。只是有时候上帝可能及时给你，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上帝及时会给你。你要相信上帝给你的时间都是对的时间的。所以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明白的时候，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中，让它能够长大成熟扎根之后，它能够出来的影响力是极大的。愿上帝帮助我们，30倍、60倍、100倍，是我们领受之后，我们能够领悟的这些的之后，我们能够发展出多少的这样的内容。也许有的人可以发展很多，有的人发展的不多，有的人可能很少，但是至少将你把上帝的话听进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极大的供应跟果效。然而在这一切的基础上，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悔改。刚提到，如果是土太硬的时候，需要破它；如果是石头地，需要把它挪开来；如果是荆棘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杂草给弄走。悔改是让我们除去这一切的拦阻的最好的方法。很多人说，我应该怎么样拿去石头？我需要怎么样拿去荆棘？我怎么样去破开我心里面的硬土？悔改才是最好的基础。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成为一个愿意在上帝面前认罪跟悔改的人，而不是硬着心。硬着心，我们就会像那个硬土一样；硬着心，我们就会像那个石头地一样；硬着心，我们就会像那个荆棘一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透过谦卑来领受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一切。各位知道登山宝训8福里面第一个祝福，还记得它是什么东西？知道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在原文的意思是心里贫穷的人。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你知道自己内心贫穷，当你知道我需要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谦卑是让我们领受上帝祝福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信息。第一个，跟随耶稣基督要从改变自己的内心开始。所以我们信耶稣，刚提到了这一段的经文，不是要我们去批判别人，说你是石头地的，你是这个荆棘的，你是在路上的。这一段经文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先改变跟调整。我是不是一个在石头地上的？我是不是在石头地里的？我是不是在荆棘地里的？不要盼望去改变别人、改变世界，要先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所以有一个英国的大主教在他的墓碑上面这样写，他说：年轻的时候，我希望改变世界，可是我发现我世界改变不了。到我中年的时候，我希望可以改变我身边的人，可是也没有办法。到我晚年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要改变这一切，要先改变我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要盼望去改变别人，要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只有我们承认自己是卑微的尘土的形象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的功课。上帝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门徒，上帝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跟随他的人，是一个愿意真诚跟随的人，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你不完美没有关系，在上帝面前，我们都需要成为一个真诚跟随主的人。第二个，跟随基督要先谦卑在主的面前。不是我们每天拿着圣经、拿着圣诗，或是每个礼拜天带这些东西来做礼拜的时候，叫做基督徒，或是做主的门徒。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与主同行，这个才是主的门徒。不是你带着圣经，不是带着圣诗来到教会，就是主的门徒。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成熟的基督徒会知道自己是软弱的，需要上帝的恩典。每个时刻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真正的谦卑不是去贬低自己，当然刚刚讲了，我们需要降卑，但是不是去贬低，不是贬低自己，而是少想到自己的需要，少想到自己要什么，少想到自己的这个优先，少想到自己的重要，而是在上帝面前以上帝为优先，以上帝为我最需要的。真诚的谦卑不是贬低，而是让我们学习少想到自己。
第三个，跟随耶稣基督要省察自己的心。刚刚提到了，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心理状况。我是在路边的，或是我是在石头地的，或是我是在荆棘里的，还是我的心是一个好土？上帝帮助我们跟随基督，要先省察自己的内心。所以圣洁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内心里面。不是你外表像基督徒，而是我们的内心要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在外表上像个基督徒的样式，而是在内心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上帝要看重的不是我们每个礼拜的崇拜，而是要看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委身在信仰中。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让它能够长大结实。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加尔文的一个在基督教要义里面提到的一个提醒。他说，人如果不先注视神的面，并且继而谦卑的省察自己，就无法真正认清自我。所以只有在上帝面前谦卑，才能够认识真实的自己。所以加尔文也是这样说，他说要认识上帝，你要先认识人，先认识人，你才能够认识上帝。当你认识自己的不完全跟卑微的时候，你才需要了解上帝的完美跟完全，能够来遮盖我们。如果能够了解上帝的完全跟全能，你才能够了解自己是一个卑微，需要站在上帝面前恐惧战兢、要谦卑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上帝，也认识自己，了解人，也了解上帝。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帮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需要你的怜悯跟恩典。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实在不能够做什么。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的外表不是像基督徒，而是我们的内心越来越像基督，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能够时刻成为好土，让上帝的道进入我们的心中，在里面长大成熟，以至于能够多结果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除去我们里面石头的心，除去我们里面荆棘的心，除去我们里面的硬心，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块柔软的土地，能够领受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愿上帝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用神的话语来激励造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是在心灵粮食315首，五谷收回来。那会众请起立。
支线同工至台前预备。主啊，我们所奉献的都是从你的恩典而来，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献上这奉献，坚定我们的心，叫更多人来感受你的爱，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以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边说明一下，如果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或者是还没预备，或者是不了解奉献意义，请安静的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会中请起立。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拱手代替握手问安。会众请坐。这边简单报告一下这个教会事工消息。主日崇拜后11点半到12点半有这个桌边谈查经小组，邀请有意愿谈论不设限任何信仰议题的弟兄姐妹，在6楼的多功能厅，欢迎自备或分享茶点。本周主题是忧郁在心口难开，这是一个蛮热门的话题啊。那教会将于7月15及29日周六上午10点开设社区台语民谣活动，邀请林华里的里民及社区朋友参加。指导老师是萧天一执事主席，请为本周暑假外展事工祷告。
总会于7月18至19日培训红本及金本师资，教会将由萧天一执事接受红本师资训练，蔡牧师接受金本师资训练。请为本堂门徒课程培训师资及开设课程祷告。为充实暑假学习，牧师将于7月22号至8月26号周六早上10点开设新生命开始师资课程，欢迎有意愿学习的可以报名参加，年龄及性别不限。报名请洽这个蔡伟文牧师。那教会将应征行政干事，请弟兄姐妹代为介绍或推荐。若有合适人选，可以寄送履历至或者是交至办公室。肢体消息的话，最近的新冠 A 型流感肠病毒扩大流行，请弟兄姐妹多注意本身的自身的防护及恢复来祷告，也为身体不适及长者们的身心灵健康代祷。那主日信息默想的分享的与讨论，本周的话是有撒种比喻每种心态都在显明听道理的人的心。你认为哪一种的心田最代表你呢？为什么基督徒要常认罪悔改？为了能让生命能成长并结出果实，你认为自己可以在哪些地方有改变的？欢迎大家能够分享及互相讨论。接下来3一颂，会众请起立。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接下来，请牧师为大家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惠与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一个乐意与人分享信仰的人，也能够成为将信心跟爱心、耐心能够发散出去的人，使我们撒的种都是善种，让人能够在心里面产生影响，使人得祝福、得帮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在殿乐中，会众可以低头默祷，之后彼此问安交通。若有需要牧者祷告的，请至台前，牧师会为你们祷告。